歡迎收睇彩虹貓貓。嚟到東京之旅最後一集啦，大家見唔見到我哋手上邊攞住啲咩線呢？係便便形狀嘅線啊！我哋嚟到位於東京拓場嘅便便博物館，首先聽一聽日語嘅講解，教大家做一個便便嘅手勢，左右兩隻手咁樣合埋一齊，似唔似一嚿鋪啊？呢度有好多五顏六色嘅馬桶啊！我哋要準備一齊去廁所啦，準備開一個屬於你嘅鋪啦！所有小朋友坐好，大家一齊用力屙，我哋好用力噶。究竟鋪鋪出咗嚟未呢？咦？哥哥有啦，我都要快啲。耶！每個人嘅便便都唔同色，好想要爸爸嗰個啊！每人一支棍，咁就可以攞住自己個鋪鋪周圍影相啦。呢度有代表便便嘅多國語言，搵唔搵到便便嘅中文字呢？博物館就唔算好大，有幾個打卡位同遊戲區，一齊拎住便便影相啦，坐喺馬桶度影相都得。有便便主題下午茶，呢度有遊戲可以玩，有趣嘅漫畫同投影。準備踩便便啦！呢個遊戲叫便便大敲，對住個咪大叫，螢幕就會跟住你嘅聲音大小而跳出唔同大細嘅便便。睇我表演啦！1、2、3。大嚿便便啦！呢個電子白板上邊有馬桶圖案，大家可以喺上面畫便便。畫完之後可以影相。另一個俾你畫便便嘅地方，呢度有幾個以便便為主題嘅遊戲。大家估下我舉高雙手做緊咩？要接住舊屎啊！真係唔知佢幾時會跌落嚟咯。犀利！其他遊戲我哋都有試玩，啲遊戲都幾搞笑噶。要控便便球啊！呢度仲有一座便便火山，定時爆發，陣間會有好多海綿便便個山頂度噴出嚟噶。跟住去紀念品區睇下，我哋喺便便博物館逗留咗1個鐘頭左右，就走啦。今集時間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下次見，拜拜。